今日我哋訓練嘅動作係站姿點腳，唔好講咁多，即刻開始。呢個動作係針對小腿肌肉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站立姿勢，雙腳與肩同寬，將重心傾前，然後慢慢將腳踭提起，維持重心，稍作停留，盡量保持平衡。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做完運動係咪身心舒暢咗呢？記得睇埋我哋嘅片，訂閱埋我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下次見，拜拜。